鹏鹏，解药哀家给你送来了，哀家就不去送你了。哀家年岁已高，受不了那离别之苦。皇祖母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把齐胜好好的带回来。鹏鹏，你真的是个不寻常的女子，比哀家想象中还要坚强。若这次你们两个能够平安归来，一定要珍惜你们夫妻之间的情分。快把解药收好。皇祖母，您放心吧，我就在这儿跟您告别了，保重。娘娘，请上车。马车太慢了，我们骑马去。你把这匹马卸下来。是。你骑上这马，带上绿篱。娘娘，北漠的路途艰辛，骑马恐怕您会受不了。是啊，娘娘，还是坐马车吧。都闭嘴！卸马，速速启程。是。娘娘，马已经走不动了，咱们歇一歇吧。是啊，娘娘，刚才有好几次我们这匹马都差点撞树上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人仰马翻的。我知道你们都辛苦了，可是皇上等着咱们去救命呢。我们已经日夜兼程8天了，就算人能硬撑着，马也走不动了，歇一歇才能走得更快些。行了，大家都累了，那咱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。来，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走，歇会儿。娘娘，您别太担心了，你要相信皇上，他吉人自有天相。我明白，尽人事知天命。可是我就怕在我这个环节上，耽误了他的性命。哎，你说，哎。你这个小兔崽子，快把我放下！累死我了！看看，危急关头救你于水深火热的，还不得是我？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，你把我扛过来干什么？当然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你呢。谁让你来救我了？我哪有什么危险了？对了，我不是让你去找九王给他送信吗？现在齐胜那边怎么还出事了？我还没来得及见到九王，就收到了风声，说是齐胜遇刺中毒，皇后您被押到北漠来了。难道九王刺杀成功了？那你知不知道齐胜那边什么情况了？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怕消息是假的，你又被齐胜押了来，一旦你到了他手中，就是凶多吉少了，所以我才把你救出来的呀。哎呀，你脑洞也太大了吧！你哪两只眼睛看见我是被押过来的？难道你是自愿来的？我是自愿来的。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呀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人家这不关心你吗？好了，我这不挺好的，也没什么危险吗？你赶紧回去吧。还回去干嘛？你不会是爱上齐胜了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从来都没有爱上过一个男人，我也不知道爱上一个男人是什么感觉。行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不走。走不走？不走。走不走？不走。走不走？啊！救命啊！我快窒息了！姐姐放过我吧！啊！要死了！要死了！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！皇后在半路被人掳走了。哎呀，好有缘呐，又和你相遇了。哎呀！哎呦！圆你个头啊！我说杨言，你不认识路，你在前面带什么路？姐姐，我没在前面带路，我只想要走在你前面，想要保护你。那先在这休息一会儿吧。后娘娘，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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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娘娘，撤！
想非礼我呀？啊，我，舒服吗？硬吗？好硬啊！我懂你年轻火力旺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孤男寡女，你难免心中有一团火。但是你也不能对你哥哥我下狠手啊！谁要对你下手了？我是知道你有解药了。要是齐胜拿到解药，咱们都得死。我没想那么多，反正只要齐胜不死，怎么都行。我就说吧，齐胜给你下了什么迷药，竟然为了他扔下我们一船的人。我没有想丢下过任何人，只是我一听到齐胜要死，我就特别难受。我甚至很后悔，杨言，我不希望他死。你真是糊涂！姐姐，为了九哥，我不能让你做错事儿，得罪了。你放开我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杨言，你放开我！杨言，你别碰我！杨言，杨言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杨言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好事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齐胜有救了！爷爷，拉我一把！你干什么？我虽然没有洁癖，可你这也太脏了吧！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忘了你媳妇儿谁介绍给你的？万万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我的女神大人竟然为了男人，变成了一坨翔。哎呀，哎，真是形象尽毁，形象尽毁啊！你以后还怎么面对我呀？切，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我们走吧。什么声音？你听到了吗？杨言，杨言，杨言，别叫，我在这儿呢。怎么了？现在我有3件事情要告诉你。说。其一，追兵来了。追兵？我们一路上有追兵吗？在我看来，除了我之外的人都是追兵。其二，带队的人是齐胜。你说齐胜，他还没死，他还活着，你没看错。真的是齐胜。其三，我打算自己跑了。哎，杨爷，你大爷！你得帮我上书，让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齐胜。真的是齐胜，还有什么不信的呀？除非我亲眼看见，否则我就不相信。等你爬上了树，齐胜怕是已经包围了过来。齐胜带的都是高手，我带着你根本逃不出去。而且他既然没事儿，那九哥一定出事了，我得去救九哥。那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撂在这儿。姐姐，真没法子了。九哥此刻已是生死难料，如果一定要在你俩之间选择一个的话，我选九哥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！那便是皇后。给你的破解药。
枷锁，心中雨过，似雪。